入台嘅第二日啦，咦？點解咁快就坐滿晒觀眾嘅？唔係，其實佢哋咧就係向咗向有遇見愛新高中課程計劃嘅導賞團嘅一班同學仔。咁今日嚟到咧，除咗同我分享一啲創作嘅過程同埋心得經驗之外，仲會參觀舞台㗎。完成咗導賞項目之後咧，咁我哋就繼續今日嘅技術工作啦。咁咧，而家呢一個時段咧，我哋就係做緊一啲燈光嘅設計嘅工作。咁其實咧，燈光設計嘅意念咧，一早就已經通過之前嘅睇彩排啦，咁就已經喺我哋嘅燈光設計師阿 Jeff 嘅腦袋裏邊啦。咁所以而家嚟到劇場呢一刻咧，佢就需要用電腦啦，同埋一啲嘅燈光嘅器材咧，就將設計師嘅一啲嘅意念呈現出嚟喺個舞台上邊，即係好似用燈光畫圖畫一樣。不如我哋試下從旁觀察睇下燈光設計師嘅工作究竟係點嘅。01係咪？好，再做啲嘢 EQ。channel 嘅28比夫。好 group 38度。channel 50比夫。